嘅阴谋。天那么流动，从爱爱飞到那沙，飞到那沙，飞到老那沙冰落，心都红，一代吹唔走嘅思念。天那么尖的短短两截，飞到那沙，飞到莫爱莫爱莫爱呀，真正的自由。黑暗的世界，黑暗的谈下平坦的草坡泥，下坡以后木子，一年个一年还更有给没痛爱喊起的安乐给抢了哭。講嘢先生，你嘅搖看法真係懂靈呢，成貓都服才出來了。心誠則靈啊！點解香港小梅腸出到太重啊？劉美祥，你覺得唔該食菜，冇想到你咩暗號做白日夢啊！懂食菜嘅做白日夢，做得冇？藝先拿到嘅。你死懶人呢？老藝幾夠要？拜託一下，唔該啦，佢暗道嘅泡麵呢？呀，橋咪酒水呀喎。你不用數啊，拿來啊！暗自寫。哦，做乜很空盡呀？講緊馬事啊？想愛念就買啊，啲有鬼假生意。哎呀，順，做乜啊？錢不唔出啦？好啊，阿你又唔同人傾下點啊？用啊？韓國都嗌啊，會睇下種天雷勾動地火嘅風采面，用點去啊？哪有可能啊？還想我食人家泡麵？中的。這個買。哎。
唔錯，講唔錯，唔會啦，唔會，唔會啊，唔會啊！做乜要談錯？數存出來，存出來！繼續談。又談錯，又談錯。喂，麥經岳啊，媒體嘅練歌嘅係。係媽媽嘅風格好啦。因我只要唱一條歌嘅係。應該都很簡單啦。因公這表演唔會斷捱讓人發生夢啦。因我這過到下禮拜都時間啊，爸咪會去，我好好表現咯。唔是愛人哋怪妹。去。干嘛？快点过来帮忙！没有看到雨下那么大哦。乜嘢啊？是咩啦？来，笨。同埋，你個唔好用嚟吃喏，冇幾種長途啊？不是啊。
子了哦，多加逢迎时常款待。不是哦。用暗的啦，冇天嘞，是都屁股口呀。啊，变无完胎哦！有骗哦，快买啊！天子没张买诶。看你去抗议叫来，我滴啊！做乜那么啊？有暗要强啦。会行？好啦，唔是行啦，佢用咩啥？就那个啦。酒。是就壮胆啊！哦，酒。来，海风天的福利哈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吃一碗泡面，不要玩啦。还有，放好，吃泡面哈。哎，我要吃整碗。不可以。不管了，今天晚上我就要吃整碗了。哎呦，家里的泡面又没有很多，我不管了，我至少吃整碗了。万一路断了，我们没有东西吃怎么办？我不管嘛，我要吃整碗了。好啦，那我再去煮一碗哈。不可以乱跑哦。好。有冇要緊啊？風采來之前，我裝來順過啊，真嘅唔知見咗咪招嚟入去，所有人見下定嘅風骨橋啦。如果我直接泡2碗泡面就好啦。如果我不要跟他說音樂季在哪裡就好啦。他一定是迷路了，都是我不好。好了，一怒，不要自责了，不是你的错，想哭就哭出来，啊？老人家说，
人死掉是要回祖灵的家，所以不能哭。闪东，你要乖哦，要听话哈。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哦，哦。姨母今日无来学校咧，我前2日咧，有迄家木下，伊都唔讲话，嘛家都唔讲。叫用甲啥啊？安尼没好啦，银乐机吼，唔是歹的啦，唔是中国的啦。真定懂对你脑诶！谁不胸大，太明或胸大，胸大听我，唔系打到你就不应打。阿公带你人谈，竹台里马。你嘅意思就是讲，你啊，无法度表演啊？很做的啦，虽然有唱松家，不过啊，还有刘飞轮、毕嘎嘎。啊？就安用哦？无呀？还有乜嘢啊？高总啊，因为耶夫卡会发生一种事情啊，讲起来啊，也讲高神同音乐节多少都有关系。人家好意思勉强一些，还有林太子，一实在。好了，算了。哎呦！啊，好啦，来看啊，我这个迄穿比如哦，40好了。因为讲，你啊无法度表演，纯粹演技唔错咩？你讲真个油嘛该吼，挨不开啦。水千万人，还得会去哦，系冇？高总，我本来吃过啦，我都最苗，该绝对没放弃嘅。跟你有本事喏，该天朝会有办法嘅啦。哦。
怒，你说说话嘛。雨露，雨露，我想要找我妈妈。我想要跟她说，老山东走了，可是我找不到她，我真的找不到她。没关系啦。她还是没有回来啊。一路你不要这样嘛，老山东看到会很难过。一路，你可以跟我们说老山东的故事，你讲，我们听。他一天到晚都吵着说要搭船，然后又说要吃馒头。我每次都会跟他说，要乖，要听话，俺娘才会蒸馒头给我们吃。他都会很顽皮的，很顽皮的，一直说要回家。我真的很爱他。哎，什么才敢支持啊哈？支持一票哈！好，哎呀，支持啊！辛苦。什么啊？辛苦啊！请问乡长，您这次举办古风音乐节的活动宗旨是什么呢？当然是推广我们古风乡的观光和经济嘛，是不是？不过，今天这个活动啊，
是魏先生举办的，我们怎么可以抢他的风采呢？是不是？不过大家都知道，推广我们古东乡的观光和经济啊，是我长久以来的施政理念。既然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活动交给我们最妥当的魏先生来举办。啊，魏先生在我们乡内啊是贡献良多啊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所以啊，这次我们活动的成败，就是看我们魏先生啦，对不对？大公冲我啊！冲啊！走！东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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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线。你讲冇嘅啊？银河街表演有没有开天窗？每份人啊，其实没忙到开天窗嘅地步啊，迄就会有可能吼，会变做家家弹琴，有飞轮唱歌嘅，叫嘛？哦，演唱会啊，嘿。团结到自然的声音呢？嘿，做唔得。你同我讲，几早叫讲歌神的声音都冇一名。印度，佢我印度啊？老闪东，我们回家了吼，你要乖，要听话哦，阿娘才会好好蒸馒头给我们吃吼。相逢两夜是啥？莫见大天发嘞！唔得去送家家公签名一场，我唱歌的幕还慢搬出来啦。我没想去吹，我想去同工，你家家也咩？对嘞。对啊。邱老师，这个学生都得嗨啦！银乐节等你就做得攀，你家家公也是勉强也白天。别了别了。老山东，回家了，一路小心啊！很舒服哦。太子，音乐节研究院用做题，真紧无相关哦。当然无相关啊！不过山东，迄因为音乐节实体的呢，音乐节迄次英雄数呢，演亚着，迄老演员出一口气，比老山东满呢。迄讲福到爱出发言，应用夹啥？唔会啦，用哑巴唔是强啦。一路，你跟我回音乐季表演好不好？
我相信老山东在天上一定很想要听到你在音乐季上唱歌。小杰呢？他在后台，等一下就回来。你怎么没有上去表演呢？那表演那么无聊，我才不想去。你哦，怎么都无聊。你上去表演，妈妈很有面子呢。妈，你真的很啰嗦哎。你那个还蛮回事呢。应该二回事嘞。别问了。哎，你没打开呢。彭大海收在晕后，本。那是谁哦？一条路就牵岸数把过，星星，喊钱多啊！那有按紧走？哎，你有咩唔见做？唔好見種啦，唔是見種。孙杨聪哦，去编州独奏会听听啊，啊。就搞不变做独奏会啊。可是技术唔好咧，那就讲过该种东西唔好过生咧。哎，魏佳佳，爱用死诶！死用诶，有爸爸妈妈拄伫退下，又照顾妹弟个，迄个来谈错，叫做惨。迄做你要几惨啊？反我讲，迄个男命，也是嘛，我听就还有希望，也是东西唔好过生诶。魏佳佳，我参照呗啊！啊，你这只会怂腿诶。只有演三啥？唔是讲，就算平常时啊，连练习要用诶，拿出来就好诶，莫紧张，欣赏听咧。来耶！各位各種程度，一晚人哋出嚟歡迎國防總好嘅黑。咪三台，秋亮站那边啊。
为你寻找我江水，新鲜河水，阿公教你有多水，一早上午电波看到手电影，钓边吃吃钓模式，钓冰慢慢钓沙巴。老陕都爱吃馒头配馍馍。对，馍馍配馒头啊。馒头配馍馍啦。要唱歌哦？行不行啊你？这是任务哦。可以啊。要唱歌可以啊。哦耶哟呀，哦耶哟呀，哦耶哟啊那鲁湾哎呀哟。海洋。给天风雨快乐。真正你似有。
来就冇快乐啊！冇快乐，冇快乐，冇快乐买小啦。各位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来来来，以后呢你就住这间了啊。往后的日子啊，我们在一起好好想办法。有，你走哪走？哎，刘夫人，今天开始一路就是你的新室友了，都应该好好对吗？挨当下班，真巧的。可以嘛？可以呢，理由一大堆。一路，别理他，他今天发神经病，他平常很好相处的。有什么问题随时跟神父讲好吗？好，早点休息了。谢谢神父。明天6点半吃早饭哦。好。不要忘记了。晚安了。淑凤啊，以我这个办法哦，张理由犯汉实现哦，哈哈哈。给我们给啊，媒体本来就会最后宣传，很值钱的。爸，但是我抢同好来我卡轻重。乜嘅同學？劉飛倫啊？你記哦，較嚴重的啦。要抢就抢啊，弟弟的事情，很可能会发生毛病啊。美國君，我靠你傻逼都給死！没错啊，你看呐，你看你的脖子当红嘞。其实哦，你冲到鬼火啊，真是做得考虑港合冲突啊，因为啊，按谁搞？做唔得按你想啊，太细唔系充电，充电咪油吞没啊。对啦，古风中学美声团的歌声真挚诚恳，宛如天籁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但传递出的感动震撼人心。你要去点讲啊啊！只有一種水準哦，人哋哦唔是叫小姐參加全國音樂大賽嘅。先生，合唱團最少要有20賽，人家表爭幾多3年，我用會比啊？喂，人哋要嘛有成功經驗嘅合唱團咧，我獎應係唔簡單啊！你去堂前上一巴啦，揀合唱團絕對唔會踩啊！啊！你們？老師，大家都回來了呢。老師，對不起，我們可以回來唱歌嗎？
合唱团是你们说走就走、说来就可以来的地方吗？吓到了哈！老师跟你们开玩笑的，你们没有对不起我，反倒是啊，你们要好好谢谢这几个坚持完成表演的同学。谢谢你们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啦，我爸他也想要谢谢你们，所以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我家办庆功宴。庆功宴？对啊。哦，唔也对，真要转去唱歌哟。不啊，无，下就做底老名声，向我表演的呢。唔想创就莫创啊，哪也对，爱创啊。好啊，唔也对，就莫后悔啊。林太子，甲拜托着会好无？假位家家唔老人家教呢，还请大家迄家要较庆祝。真经差人动多呢，好厉害啦！这后全部都转来啦！因为啊，被人排挤了。希望一擺啊，唔做得學到教圈。因為教時嘅題目啊，用人都會開嘅，點啊？開，硬咩唔會落去啊？先生拿到客户站嘅報名表咧，想請討論一下佢名單用嚟寫，可以參加團體組，也係個人組。先生，就按20年底嘅做客户站，當然係個人組啊。鼓手，咱請討論啊。現在就先嚟看天陽。先生，合唱後嘅慶祝，我行去準備客户站，無限，歹勢啊，冇時間看天陽。哦，安尼啊，今日呢，就自家決定報名表嘅名，我想問飲料。唔用做咧按用啊？現實沙飛就安尼啦。失望啊，無聽到有輸無，青春有嘅係你輸成嘅時節，唔要去啲現場嘛。Up to you。亚洲女星给毒妇卡女都案后，亚嘎女后，听说有問題。你咩嚟啊？這個新聞員呢？一個專門作假嘅人，冇資格來做辜負上嘅上座，呢個佢退線。終於數一期，錯，佢呢種藝老弟係男女朋友。叫我女王！叫我女王！可以跟老朋友講，就不能變做第51道陰影。只有勇敢面對現實，才有改變嘅可能。沒有誰能夠保護誰，只有手起嬉皮笑臉，用銳利的眼神看向前面。